咁而家咧就做緊一個 briefing。咁啊出航前咧，船長咧就同我哋咧有個嘅出航前嘅 briefing 啦。咁所以咧，每一次出航前咧，我哋都要知道咧，大風浪嘅時候，救生衣要點樣着，點樣響七短一長，找個地點喺邊度，當班嘅安排係點樣。有問題嘅時候咧，咁佢哋都會提出一啲嘅疑問啦。咁我哋呢個就係一個安全啦。所以，然後值班的人手上是有每個人就是有這個 PLB 這個個人定位的一個小個人定位，值班的人一個 PLB， 咁咧我哋必須要帶上呢個 PLB。桌上面那個就放着好就好。有什麼需要不行的話，或者有不舒服啦，直接說，就不要怕尷尬，這樣子啊。Okay. 然後我們希望16號的下午到舊金山。16號下午就會到舊金山。Okay, good. Thank you so much. Go. Okay. 而家離開呢個碼頭啦，大家都開始準備啦。嗱，咁我哋咧就會我已經開始我哋嘅行程，由呢個嘅 Friday Harbour， 咁呢度咧就係西雅圖嘅一個外島，然後我哋大概咧係會用4日，咁啊希望咧就會係16號咧就會到呢個舊金山，即係咧喺 San Francisco， 咁呢個咧就我哋成個嘅行程啦。OK， 解緊嘅尾纜，再算，入緊嘅後波。OK， 仲翻條頭纜。OK， 頭纜甩晒。OK， 已經加速倒後。唔通啊？唔通住，打快啲。咁已經咧係正式嘅離開緊呢個碼頭。OK，see you Friday Harbour。OK， 咁而家咧就一路咧就會係褪出去啦。OK， 開始我哋嘅行程。嗱，離開碼頭之後咧，就當然啦，咁就會係將所有嘅承纜啦、fender 啦，全部咧都收翻10好佢啦。嗱，呢一個嘅 departure 嘅時間啦，離開呢一個嘅 Friday Harbour 嘅時間咧，就係2026年嘅3月12號下晝3點鐘嘅。咁我哋咧就預計咧就係16號咧先至會去到 San Francisco。而家咧就已經係開住部機，同埋咧就開咗嗰個頭帆出嚟啦，唔係好啱風，唔係 head to wind 嚟暫時。OK， 如果佢淨係開呢個都 OK。一出咗呢個港口咧，就已經好大浪啦。頭先喺入邊嘅時候咧，都風平浪靜，嚟到呢度已經咧係好大浪啦。出上嚟呢一個嘅，哇！其實都係未出到大海嘅，但係咧就已經咧就去咗大浪啦。
所以你見到而家已經開始有呢個風浪。